今年奉新团队来到了品质，参加了客家新年大节节，以为客家10年文化会。到底地图有嘛个难关？为本特派员听都读唔掉呢？到底地图有嘛个好高诶？为本特派员非常的专业呢？日本的特派员白强让镜头带大家一看，到底发生了嘛个事情呢？奉新舞台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鍾北強。大家好，我是奉新舞台主義電影社嘅特派員，愛說愛教和最有才華嘅白強，一天會讓最歡喜、最神奇嘅奉新帶大家跳下來了解客家文化哦。其實今年來到了，我嘅心情有點複雜，因為有相當嘅我哋到甲午戰爭當中失敗咧，記得。我個人嘅最心愛嘅那一天，如果我唔係一個愛放棄嘅人，我會召集所有客家勇敢嘅義勇軍來發起義衛戰爭。大家來咯，來強下上戰場哦！莫激動啊！你係一百9年的事情呢。我按決出清好了，但是呢，你還是講過冇戰爭的哦，冇激動啊。原本可能，我明明都沒有錄當時就看到啊，突然了解素材啊，就平鎮戰績啊，我係來抗敵的，假使你老愛強龍哦，全種外國的哦，你所強下來抗敵戰爭啊。你也看到的吼，喺我哋客家生意太極親子意啦，最主要的。就日本我哋老日本戰爭戰敗之後呢，甲午戰爭啊，第一年就一年乙未年啊，我嘅日本人來接到我哋嘅台灣，就緊接等到幾農哦，上岸東岸呢平整嘅時間呢，我哋平整呢個羅祖前啊，親愛我哋呢片土地就拿到嘅腳頭啦，我嘅骨頭啦，就喺度對抗我哋嘅戰爭啦，我哋可以把嘢發動嘅最主要呢，一般我哋平整嘅起面，留全台灣嘅人士，我哋平整嘅嘅羅祖前呢，親愛也片土地，發揚也嘅我哋愛鄉愛土嘅精神。哎呦，你冇做講，人家做倆頭好凍嘢咧。兩位大哥，我你解下哦，講嘅發通經大啲啊，做啲大家去看麼？我前幾我中小外啲哦，之前嘅人係用乜攞抗敵保衛家園呢？哦，咁講喎，係啊，錯哦，忘記我來自我介紹了，我按道你做啲向來中白將。OK， 我陳建文哦，你係咪考問過咗我？正啱啊！主持人由於一從來睇人哋咧前半西資嘅發動。好，女少啲啊，好，走。來，你喺度做乜計啊？阿文哥經驗咧？我講我聽嘛，有3年呢，就廿17歲就聽唔到安樣哦。外國距離啦，外國練習無。阿文哥，你從啲安用啊，完全馬嘅全部攞嚟講嘅。你看，我一頭霧水了，咩貴姓圈嘅汗水咧啊！我講一看到嘅啊，就我哋喺邊個部檢查，我哋喺邊部檢查呢，我做啲千多東西哦，呢份呈現呢，想吃嘅人啊。上有這個體力的相似，但是呢，俺後勤還冇請準備到好來。頭前呢，這個戰士哦，實在冇辦法讓日本人來上打。哦，阿文哥，你安用講係是對的啊。不過行敗哦，你讓我講清楚一下哦，我是安用直接讓來丟人去哦，你心裡冇準備啦。
好啦，你話我哋成樓唔講啦嗬，而家呢度我哋喺度做嘅更多人喎，喏，大家帶佢上車，喏，好。都謝謝你啦，拜託。準備好了嗎？大家預備，大家準備啦，剛剛準備好了。開始，進來。殺！睇我嘅眼好冇？驚嘅，全部高管嚟哦。對啊，阿文哥，你咪進來啊！你看你景點已經翻譯呢。唔係啦，用我哋冇一小時嘅時間，我們冇老人講啊，因為我不信啊，我早上我老人講。阿文哥，你做得老人講啊，因為我都係強人歸的啊，唔是相互欺騙啊，以誠相待，好冇？好，來老人講啊，其實我們拍下公司做目的呢，就要本睇住個啲，嚟當時嘅功能嘅錢，你看一關都是關，全部都是關哦，講這關嘅獨木橋呢，其實啊，人家用它，人家全部就會炒嘅，它嘅水準呢，冇覺得好高，所以全部都是當用的，一頭過一看過一啲嘅，都本嚟講非常嘅好，以前高鐵係唔得嘅。啊，今年話要看到嘅啲服務條件喎，即係我哋講做培養嘅嗬，語言上嘅，但係呢個茶人茶先牌，仲要安排啊，我本呢邊看到好似冇事啊，啊我做最後嘅我哋唔看到，語言啊個水沖嚟㗎，係嘛？啲水沖嚟就我本睇下啲先話，哎打到不準有一次咯，但係當時老呢邊想自己時間咧前，我講哎呀好講。好教還係唔好教，係唔啲啦。不過吼，我相信吼，挑戰嘅戰爭哦，這啲比經驗哦，還好困難100倍以上哦。還有哦，其實有經過經驗吼，實過嘅挑戰哦，係很好了解一個戰爭嘅。好，我只要給你結束了，還有下一關咯。哈，還有下一關哦，冇啦。哦喲。好啦，你一擺哦，你即聽我老愛講清楚啦，我做馬計啦，唔會騙我咧，好冇？好，我會啷個？下一關我啷先啷個？哎呀，文哥，倆偏用班就安到成語那度倆呢？該不會小朋友沒有送贊充？唔係啦，冇見講哦，呢啲倆嘅係咪係食嘅親子雜菜，呢啲用了，係你真正。行嘅習慣啊，給我小朋友做餐館啊，呢種係平時工作呢，醫療一本身小朋友有嘅體驗嘅自己，當然這啲係不可以，本來我們嘅小朋友做得體驗到我們真正嘅情況係哦，原來係咁樣啊！哎呦，其實哦，你直接帶我來搞你還是好的啊！用安語講。你只要自己到工地，你講下安有信心嘛？哦，心情慢慢了就安了。不過，該有挑戰嘅事情了。哦，那個放眼未來啊，大家都看一下小朋友嘅表演啦，好冇？
好好嘛，大家都有看。 俩哦，除了另外很多的体验以外呢，俺还结合了最新的科技啊，VR17，俺来体验嘛。阿文哥，你讲这种哦，就连眼罩哦是做在看得到模拟的发明这种哦。哎呦，阿文哥，你安排哦，那种行长是错的哦，来注意那说的，完全没问题。来，去看看，去看。 阿文哥，那我们这个时刻的话呢，是用老日本的 VR 冇强容诶，他会计时很差呢，这竟然太环白蛇环哦，应该没如来骗来啊！我讲的冇骗的，两个人咯，身体力行，除了哦都你看得到当时的情形以外呢，一个人身体没做的感受到当时的情形，应该真深刻啦哈。有我，今天动气嘛。 上次结束后，终于开了会时间，赶来搞。我来搞嘛个？去搞了个，还去 DIY 哦。去搞来搞去，去搞做哦。来了去比赛哦，看马上喊好夹，喊好好。好，那就做来去比赛。 客家二邻居守望相助，让武将的精神来到异位战争当中表露无遗。每部台湾其他素材嘅人，见到咧很好多嘅事件。透过了解嘅法通，我发现到佢哋嘅气色老勇敢，每一件亲切落进到我嘅心肝度咧。